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总统大选。民进党的赖清德提出伊的运动政见，讲若互伊做总统，未来咱国家的体育预算会超过200亿。也若民众党的郭文哲是针对咱台湾产业欠水、欠电、欠工才会欠缺，提出伊的产业政策。也若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发布伊的文化政策。即马针对南北合保进度，郭文哲嘛有公布民调，伊讲目前伊上赢。不过侯友宜是回应讲，民调起起落落只是参考尔。前运动科甲球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一入场就先担任守门员来防守，先来甲羽球小选手对拍。赖清德出席体育team台湾协会会成立大会，提出包含成立体育甲运动发展部，推展全民运动这8大政见，也发出当选总统，体育预算会超过200亿。我将成立体育运动发展部，既重视体育教育，也重视运动产业的发展。清德当总统，我们体育的预算超过200亿，好不好？选举这到各政党参选人拢提出政策内容，因为国际局势动荡，也有经济无好，民进党郭文哲召开润成产业政策记者会，提出修订经济安全保障法，解决误欠，大力加入国际组织这5大主张，要替台湾的产业来行出困境。五缺是什么问题？有时候缺长期计划，政党轮替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就是永远大傻逼政策，不会做长期规划。也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到苗栗参访3期木雕博物馆，同时也发布5大文化政策主张，包含推广全民美学、培育青年艺文工作者等。两岸对话其实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桥梁，所以我坚持中华文化，用文化象征共赢台湾，两岸对话，文化兴起。不过，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做不困难。郭文哲公布，民进党委托3间民调公司做出的民调结果，拢赢过赖清德甲侯友宜。伊讲现阶段会使直接反映的就是做民调。侯友宜是认为讲民调拢是参考，会照家己的步调也伫胜选。记者综合报道。每年1月13就要选总统，头一届投票的少年族群拢是参选人、候选人争取支持的重点。不过，即马经济统计是显示讲，高雄伫即届选举头一届会当登票的人数是比顶一届减了19000人，有可能是受少子化影响。有投票权的民众当下家己心目中的人选，明年1月就是政府总统甲立委大选。高雄市政府统计，明年总统大选全市总投票人数超过230万1000多人，甲顶一届比起来差无到2000人。不过首投族的部分所有明显的落差，今年度秋高首投族的人口数，甲顶一届比起来，人数减少将近19000人。分析来看，应该跟少子化的现象是有关。首投组来看的话，台系的话，就三民社少到有2500多嘛，然后接下来是凤山少了2300，那男子的话大概少了1500。市府表示，符合总统首投族的公民，爱民国93年1月13号进前出世，年满20岁，而且住伫台湾超过6个月以上的民众，而且无行使过选举权。这2届总统大选首投族人口变化的原因，有可能是少子化影响。他们的政见可能会比较，或者政策会朝着，可能因为想要我们的选票会朝着我们的方向走，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可能自己的权益或者自己的声音会比较容易被听见。自己也没有特别会去关注，所以看到的面向其实就蛮单一的，感觉就不太一样。跟投就是只有里长啊、市长那种比起来的话，第一届要来竞总统人选，一部分首投族认为这届要选地方首长，甲基层民代有落差，会更加严谨来看待。不过嘛讲，对着目前伫台面上有意思要参选的人选，拢毋是真熟悉，爱透过观察，还有了解政见，才会当做出最后的决定。记者王丽婷、明昭宽各样报道。